那条暗道长达数里，直达江边。据一个老太监讲，暗道是先帝爷铸造皇宫时，命匠人们秘密挖掘的，并亲自定名为生门，以防备宫中不测。父皇这辈子就是多疑，总担心小人谋害他。没想到这生门，皇上没用上，倒便宜了朱允文。末将沿江直下，并没有发现朱允文的一丝踪迹。朱允文要么投江自尽，要么倒海而去，远离中土。朱允文即便是活着，也是个废君，掀不起什么大浪了。庆父未死，鲁难未平。朱允文是个绝大的隐患，一定还会有人打着他的旗号作乱。何况他还没有死。这件事要是传出去，就会谣言四起，人心将会不稳，前朝旧臣们也会蠢蠢欲动。殿下，斩草要除根呐！父王，那些降臣们都来了，说要见父王。他们来干什么？说是来和您共商大计。是来打探朱允文的下落吧？允文呐，我的亲侄子，奸臣弃你年幼，挟天子以令天下。你妄有宏图之志，兴国之才啊，却不得其斩。臣叔只想替你清君侧，除奸臣，还你一个清清朗朗的社稷，以周公之心辅佐于你。可是你为何要引火自焚呢？我的傻侄儿啊！臣叔只是想谨遵先皇遗训，拱卫祖宗江山，让你当好这个皇帝呀！你为何要引火自焚呢？四哥，四哥节哀吧，别苦坏了身子。监军的仁德真是千古难寻呐！你死得好惨呐！先皇啊，你登基3年，数次减负，黎民百姓感激您的大德啊！皇上，您快回来，快回来！别哭了，别哭了，都别哭了！晋升，您不能扔下臣民百姓，更不能丢下大明的江山呐！别哭了！你们可真是建文朝的好臣子啊！晋升。燕王啊，燕王，朝廷不可一日无君。建文帝既然御天而去，大为空虚，国无宁日。老臣斗胆向燕王劝进。住口！本王靖难起兵，是为清君之策，是想以周公之心辅佐皇上。尔等竟敢出此大逆不道之言，岂不是要把本王架到火上烤吗？快点走，跪下！启禀父王，前户李正抗命违法，擅闯商铺，抢得靴子1双，请父王惩处。大胆李正！本王已经张贴了阿明告示，尔等既然置若罔闻，明知故犯，给我拉下去！遵令。再走。殿下，殿下，末将当年追随殿下起兵靖难，当年作为806名勇士之一，以一当十，多少次身负重伤，九死一生，只因长途奔袭，
鞋底磨穿，一时酒后糊涂。殿下，如果为了一双靴子就要了末将的性命，殿下，那就是自伤手足啊！李正，你自是为靖难大业立过大功，就敢祸乱百姓，贻害社稷，纵然你是本王的亲兄弟，也绝不姑息。高旭，在，斩首示众，以敬校友。遵令。再走。殿下，慢，刀下留人。殿下，燕王治军严格，军令如山。但念及大军出进京城，小有不和，也在情理之中。京城臣民望殿下不要苛己过严，求殿下网开一面。求殿下网开一面。百姓为水，民意为天。水可载舟，亦可覆舟。战！遵令。走。燕王自断手足，足见爱民之心。老臣诚惶诚恐，钦佩之至啊！如此爱民护国之主，真是古今罕见呐！燕王真乃圣君呐！燕王贵为亲王，原本就是皇家龙脉。当此万难之际，唯有燕王能够定朝纲、安天下。老臣叩请燕王，以大明江山为重，立刻承接大位，登基改元，以为臣民之望啊！你们要置本王于不忠不孝之境地吗？燕王如果不愿上承天意，下顺民心，老臣就一头碰死在这奉天殿上。臣叩请燕王继位，治理天下。臣叩请燕王继位，治理天下。不要再说了，汝再敢妄言，定斩不赦。再装了，欺世盗名，欲盖弥彰。朱棣，戏演得可真像啊！启禀殿下，不必了。朱棣眼睛没瞎，他应该认识本大人。见文朝兵部尚书齐泰，快起来吧，快起来吧！这说不定皇上还……四哥，朱棣小儿谋逆成功。你应该高兴，可是你想当皇帝，国玺在哪儿？对呀，国玺难传大度。不用找了，国玺已被皇上带走了，正在广招天下之兵马，不日就将进京，讨伐尔等逆贼。齐泰，你妖言惑众，朱允炆就是被你们这些奸佞害死的。朱棣小儿，你凭什么说皇上已经宾天了？拿出凭据来，让天下人
都看一看。这龙佩就是物证，王中和宫中的宦官宫女都是人证。主帝呀，此龙佩，皇上搁置东暖阁不用，已经1年有余呀。为了调理龙体，皇上特意换了一块暖玉佩戴。众位臣工和我天天和皇上在一起，都看得明明白白呀。这是你和你的乱臣贼子们想不到的吧？啊！一块暖玉，这实在是没有想到。我告诉你，皇上离寝前已经把暖玉亲手交给我了。睁开你的狗眼看看，这是什么？见玉如面君，尔等跪下听旨。朱棣小儿受太祖封藩，不思尽忠，结党营私，独揽兵权，以杨奉欺君父，骗天下，预谋篡位，不臣之心，天地共鉴。如今居然攻破九门，加害皇上，欲登大位。你这个逆贼，坐到这95之尊的大位上，苍天也会一个炸雷劈死你！尔等众人深受皇恩，如今却助纣为虐，辱没先人。你们不怕后世子孙为你们今天的丑行而不仁不轨？你们就不怕今天卖身求荣，将来必定会遗臭万年？接着说，本王今天让你说个痛快。朱棣呀，你想杀我吗？可是我谅你不敢。你把我杀在这奉天殿上，你就是杀人灭口，铁证如山；你把我杀在这建文帝的牌位之前，你的篡逆之心、谋反之意就将大白于天下。你将天怒人怨，天地共诛！哎呦，这！殿下，齐泰假冒忠勇之状，实则贪生怕死之徒。这个奸贼为讨狗命，装扮成百姓，竟然将所骑白马用墨染黑。可是逃命中马匹流汗，现出原形，而被擒获。此贼自知必死，于是在这奉天殿上信口雌黄，妖言惑众。这枚所谓的玉佩，就是他处心积虑用以蛊惑人心的罪证。他自以为能瞒天过海，偷梁换柱，其实玉佩不过是赝品，是齐泰带在身边，用以要挟殿下，意图保命的假冒之物。
拿来我看。对此要挟之举，殿下完全没有必要追问。如果将来谁都可以伪造朱允文的龙佩、帽子和鞋子，妖言惑众，必将国无宁日。朕何自作主张，砸碎玉佩，请燕王赐我死罪，卑职为江山社稷，死而无憾。我在获罪前，还有几句肺腑之言。各位将军大臣，燕王按太祖遗旨奉天靖难，实为救万民、保社稷。殿下的这片苦心，奇泰之流，当然不知，可你们懂得呀。今天的胜利，来之不易，谁都不能忘了昨天的艰辛，忘了昨天的艰辛，就是忘了本。我希望大家能够和衷共济，辅佐燕王，再造大明，开创盛世。收下这个孩子吧，别把他饿死就行了。好心人，好心人呐，收下这个孩子吧，好心人呐，求求你了，把这个孩子收下吧。行行好吧，好心人，不要。眼下人心浮动，官员吓得离职逃跑，百姓流离失所，商铺关门，物价高涨，粮食短缺。哎，你急什么？以贫僧之所见，还可以再乱一乱。4年以来，你我就没吃过一顿安稳饭，现在终于可以过几天太平日子了。
王爷，臣妾一路上看到的，尽是些断壁残垣、荒田废舍。就是京师城内，也是灾民遍地，抢劫成风啊！百姓们刚刚经受了刀兵之苦，又坠入动荡之灾。王爷起兵靖难，为的就是保社稷、救黎民。臣妾恳请王爷，赶快整肃秩序，救国救民，以安天下之心呐！王爷，以静制动，无为而无不为啊！王先生能平复一己之怨，眼下朝野大乱，是于国中无主，为百姓计，为生民计。王先生能出山辅佐燕王，安定天下。国策之务，只关乎是非对错；辨清良莠，则关乎大忠大奸呐。古往今来，忠臣不计得失，故言无不知；烈女不虑生死，故行无不果。老夫清浊分明，绝不负逆。哎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都是自家兄弟，虚礼就免了吧。起来，快起来！来，坐，啊，坐。见闻图我兄弟，全赖四哥救我。哎，本是同根生，相见何太急呀！见闻无道，死有余辜。今四哥乃太祖众嗣之首，理应继承大统。四哥又因何推三阻四嘛？哎，是啊，哥说的对，殿下，末将忍了好几天了，有些话不得不说。我等追随殿下靖难4年，舍生忘死，不就是为了殿下荣登大位，君临天下吗？四哥，为君者胜，为父者仁，百姓水深火热，国家百废待兴，为天下计。您千万不要再推辞了，请殿下应允，请殿下应允，请殿下应允。诸位的圣意，本王心领了。危难之中独臂擎天，攻城之后不计私利，这才是我们义军的本色呀！燕王殿下，当初北平806人靖难起兵。如今横扫天下，此乃天意所属。遵循祖训，匡复社稷，靖难一举，救国救民，此乃敬天法祖。南下征途，秋毫无犯；入京之后，无杀无掠，此乃体恤爱民。抚恤将士，宽待降臣，解救兄弟，厚葬允文，此乃仁德宽厚。德高望重，众望所归，仍谦恭谨让。求贤若渴，此乃天道大义。四哥武德兼备，天下何人能及？十七弟啊，天下乃太祖之天下，子民乃太祖之子民。四哥想起这句话，真是诚惶诚恐啊。咱们都姓朱。太祖留下的江山，不能在我们手里有任何闪失啊！只有同心同德，才能不辜负太祖之厚望。四哥请放心，四哥若能挺身而出，受命于危难，我等誓与四哥同心同德，上下一心，谨遵四哥的懿旨，天下一统。犹如此事，天诛地灭。是为燕王尽忠，为大明效命。是为燕王尽忠，为大明效命。是为燕王尽忠，为大明效命。朱棣才疏德薄，难以当此大任，只盼能做周公，辅佐贤良。猛要攻读，可以要宽窄适度。殿下如果再拖下去，恐怕朝野上下会不明就里，妄加猜测。
无论如何也是众臣劝进，众口一词。贫僧料想，殿下心中已是早已有了谋划了吧？表面上也算得上是天下归心，可要终成大业，还差一步棋啊。眼下人心民怨，殿下已经占全了。本王要先行祭拜太祖陵寝，其余的事往后放。妙，好题。殿下承继大统，此乃天命之所在，欲收天下之人心，拜太祖陵寝，以正其名。是应天道才能正名，敬祖思源才能固位。殿下此举看似险鄙，是能收一石三鸟之奇效。请，既借太祖之威正了名，又将众臣拉到太祖陵前，盟誓固了位，还把太祖陵当成了登基的天台。在太祖陵前铸成的大局，将来定然无人能撼。我已经派郑和去请一个人了，若他能出山，将彻底破解脚下的暗流。殿下真是心胸坦荡，不计前嫌。如果能收复这个儒生领袖，见闻余孽将被各个击破，为我所用。就让他担任祭祖的司礼官吧。退下去！书房禁地，乱臣贼子，概不准入内。在下遵命。燕王府总管郑和，奉王命拜见方先生。说吧。燕王明日将率领群臣祭拜皇陵，你请方先生出任司仪，主持祭典。好大的恩宠啊！哼，天下第一号背祖之人，居然还有脸祭祖！好，好，好，盛情难却，老夫奉陪。方孝孺骂您的事儿，郑和没跟您说吧？郑和呀，他没说实话。方孝孺不但骂了您，也把郑和给骂了。是吗？哎，君权神授啊，杀几个逆臣，不过如同杀几只草鸡呀。方孝孺现在自以为德高望重，殿下不敢动他。其实啊，杀一个有点名气的，比杀10个凡夫俗子都管用。殿下实在是太给他面子了。要我说呢，就应该拿着大儒开刀，杀一儆百。俗话说啊，人怕捧，猪怕养。这猪一养，哎，他就胖；这人一捧啊，他就晕。什么猪啊狗啊的？奴才还有一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？你都说这么多了，还在乎这1、2句吗？是，奴才还知道一件事儿，这件事儿更大。前2天众位王爷，进宫面见殿下，说起来要殿下择日登基的事儿，殿下还记得吧？嗯。这众位王爷、世子、功臣，哪儿能那么巧凑齐了才一块儿进宫？哪儿能那么寸呢？那都是啊，宁王殿下事先做好的一个局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奴才在镇抚司专管采购，因此车船店脚牙方方面面的朋友就多了一点。人家高官显贵啊，也都不拿奴才当个人物，所以说起话来、做起事来都随便了一点。因此啊，奴才知道的事情也就多了一点。你倒是挺会说话。奴才绝不会有半点事儿敢欺瞒殿下。殿下让我杀人，我要是找不到他，奴才就敢把自己的脑袋搬下来，
摆到殿下面前。那有什么用啊？脑袋搬来搬去的，就那么不值钱呐？奴才的意思是，你去干点实事儿。这样吧，让你去锦衣卫当个指挥使吧。哎呀，奴才谢主隆恩。各位兄弟，燕王领着咱们靖难起兵，不但救了众位兄弟的性命，还攻下了京城，鼎定了天下。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咱们兄弟的成败荣辱，可全系于燕王一身呐！是啊，如果没有燕王殿下，那咱们兄弟不是身首异处，就是家破人亡啊！哼。四哥今后就是咱们的领头人主心骨啊！我看这以后谁敢再拿咱们兄弟不当回事？各位叔父的话说的虽然没错，可你们只知道没有我父王，就没有今天。怎么没想想，大魏还没个着落呢？各位叔父的明天，又有谁能来保驾呢？今天把众位请来，不是歌功颂德，也不是要论功行赏，本王要出一步险棋。这种提着脑袋的事情，只有我们自家兄弟能干。十七，你说怎么干吧？你出手，我们肯定跟着。你们都知道，宋太祖赵匡胤是怎么当上皇帝的吗？黄袍加身，明天祭祖，必须见个真章。太祖陵前，大魏必须落定。如果能成功，二王子高煦就是首功一件。方小如他还是来了吗？是，殿下。他还带来了大批学生和故旧。我看见了。怎么没见大师呢？师傅他没来。殿下，那些不愿臣服的大臣也都来了。看来是早有准备。还有，听说方孝孺的学生们今天来之前都留了绝笔。来者不善呐！殿下，卑职看，开弓没有回头箭。
奉天祭祖。叩拜太祖高皇帝在天之灵。太祖高皇帝岂不依奋万死，一统天下，创大明万里江山，开万代盛世之宏业。民国30有1年，享71年天寿，羽化登仙。洪武31年，闰5月16日，皇太孙允文奉遗诏登基为帝，是为大明朝2世皇帝，改年号建文。自建文皇帝登基以来，使仁政，兴汉初文景之治，减赋税，解黎庶苍生之疾苦，宽刑律，以周礼教化于万民，亲臣僚，行3皇5帝之圣德。呜呼！吾皇圣明，必为万世所敬仰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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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逆贼朱棣，心怀不轨，假借太祖遗训，称兵构乱，致使天下沸腾，城国尽毁，良田尽丧，百姓生灵涂炭，将士浴血沙场，倾盛世于倒悬，负江山于祸乱，名为靖难，实为谋反。吾皇被逼远遁他乡，浩浩皇都一片火海，朱棣弑君谋逆，夺嫡篡位，狼子野心昭然于天。朱棣祸国殃民，人鬼共愤，太祖之灵与神明共鉴。朱棣逆贼，你为臣不忠，为子不孝，为叔不仁，为长不义，冒犯于祖宗，获罪于天地。此等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乱臣贼子，天怒人怨，人人共诛。这乱臣贼子，居然还有胆量跪在太祖的面前！我要是你，就会颜面尽失，无地自容。你以下犯上，弑君谋位，必为子孙效尤。你的后辈将会互相残杀，诛你狗头，乱尔天下。朱棣，你终将不得好死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尔等无骨之躯，行尸走肉，趋炎附势，折腰附逆；尔等妄读圣贤之书，必留千古骂名。有何面目在此祭祖？皇上班师归来之际，你们又
有何面目见君呐？朱棣，太祖的神灵在看着你，苍天鬼神将不容你，祖宗会罚你，苍天会灭你，子孙会耻笑你，后世会唾骂你，你将不人不鬼，禽兽不如，永世不得超生。高兴。你说完了吗？说完了，老夫说完了，太祖爷也听到了。方先生，朱允文那篇伐言檄文是你写的吧？正是，不过那不是伐燕檄文，而是讨贼檄书。先生的文章惊天地泣鬼神，真乃当今大儒。只可惜，笔墨不如刀枪狠，文章不如剑戟利。错。错在你是非不清，良莠不辨，枉读圣贤之书，玷污忠义二字。想我太祖高皇帝艰难百战，定天下成帝业，传之万世，而见闻无道，宠信奸佞，受我欺太方孝孺，请我社稷，屠我家人，心非禽兽，何人于此？朱棣受封以来，为国守疆，为之循规守法，而奸臣跋扈，加害无辜，蓄意削我护卫，聚人马30万围困我于北平，加马奔突于街市，剑声喧嚣于王府。朱棣只得扬风以求苟活。我乃太祖嫡子，堂堂燕王竟之如此，何况天下百姓？苍天尚有好生之德，而你等奸佞，竟取大明子民自相残杀，致使天下百姓生灵涂炭。父皇能有多少子孙代辱杀戮？江山能有多少田舍供其损毁？朱允文，才不及血统，德不及范夫，以空谈欺天下，以愚顽误家国。变律法改官制，离经叛道，富井田乱藩镇，倒行逆施。太祖遗训：朝无正臣，内有奸恶，必训兵讨之，以亲君侧遮。方孝孺，你以当今大儒自居，不行圣人之道，此为不仁；口称君子，却使诡计离间我叔侄亲情，此为不义。允文自焚，你却苟活于世，此为不忠。太祖陵前，已经信口雌黄，欺世盗名，此为不孝。尔等不忠不孝、不仁不义之徒，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反咬一口，招摇惑众，狼子野心，天地可见。朱棣，你口舌再利，也洗不清你的谋逆之名。方孝孺，你今天算是把本王给骂醒了。仁者不以安危一节，
义者不以祸福一心，勇者不以生死一志。朱棣在此昭告天下，95之尊的大位，朕坐定了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不是为了什么靖难，你是想要当皇帝。你说对了，此乃民心所向，太祖所愿。方孝孺，朕想请你拟一道登基诏书，布告天下。你以为老夫会写吗？会。为什么？命。拿你的笔换尔等的命。天下的读书人，你是杀不绝的。那就从你开始。哼，篡贼逆子！你要是有胆量，你就在太祖陵前杀了我，你敢吗？朕不但要杀你，还要灭你的九族。留下千古骂名的是你逆贼朱棣，万古流芳的是书生方孝孺。你灭我始祖又如何？好，朕就成全你，灭你始祖。朕就是要用尔等的人头，继本朝的开元大位。殿下，祭奠方孝孺的人络绎不绝，奴才已经抓捕了一批，把他们都杀了。奴才
还派了专人去守卫，让方小茹暴尸法场。明天，奴才准备再杀一批，我就不信镇不住乱党的气焰。滚！给我滚出去！给我滚出去！郑和，卑职在。你去暗中找几个人，拿点钱，把方小茹埋了吧。是。莲心姐，是我。快追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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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在这儿呢！快，这边！快，抓住他！叔叔，叔叔，你救救我！叔叔，你救救我！救救我！叔叔。锦衣卫指挥使马勇参见内宫大太监郑公公。什么事啊？在下奉命捉拿方孝孺死党。救救我，叔叔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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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叔叔，你救救我吧！救救我呀！叔叔！叔叔！叔叔！婶婶！婶婶，救救我吧！别让他们杀我！我才16岁，我不想死啊！婶婶！你们为什么非要杀一个孩子？亡命在身，不敢违抗。拿下！是。站住！郑和，你说句话吧。郑和，你就不能替孩子求个情吗？就算你对主子忠诚，可一个孩子又能把你们怎么样呢？马大人，郑公公，在下也是奉命行事。皇上那里，我去解释吧。父皇，您一定都看到了，京城里已经血流成河，街巷中尸骨遍地。您会责罚我吗？儿臣对祖业忠心耿耿，绝无夺嫡篡位之心。从北平到京师，我被一步步逼到这宝座前，儿臣看明白了，朱允炆愚钝，误国误民。大宁如果按照他的国策走下去，定会是死路一条。父皇怕是对今天也早有预料，儿臣为了开创新政，出此下策，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啊。一个人与天下为敌，孤掌难鸣；一双手去扭转乾坤，万劫不复。
儿臣被逼入了绝境，才知道什么叫高处不胜寒，什么叫皇位之上孤家寡人。姚广孝那个一心要把我推上皇位的疯和尚，曾经告诫我，实现雄心壮志的基础是权柄。可难道励精图治、开创新政，就只能孤身面对天下？靠一己之力，真的能开创大明盛世吗？大师来了。大师是想说我杀人如麻吧？贫僧没有陪殿下去祭奠太祖，怕的就是动摇了殿下的决心。是怕沾上血吧？大师，离开这是非之地，一切由我朱棣一个人来承担。你此时此刻只身局外，将来功过是非，总有个明白我的人站出来说句公道话。从第一次送殿下白帽子开始，贫僧就注定不会再离开殿下。非高树不栖，非明主不依。贫僧看重殿下能忠诚伟业，治国救民。现在你我更是一条绳上拴的两个蚂蚱，跑不了你，也蹦不了我。可你我毕竟有别，坐而论道，不同意杀人夺命。对。殿下说的没错，正因为我跟你不一样，殿下就更不必犹豫盲从。贫僧所求的是治道，而殿下眼前最需要的是治术。你必须不择手段做出成就，才能以此为基础再去求道。因此，殿下给自己加上了一副天大的担子。正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，内圣而外王。殿下心中可以有圣贤的宽仁，但肩上承担着为王的责任，就必须有主宰天下的铁腕，绝不能心慈手软。父皇，和尚的话您都听到了吧？儿臣今天不是请求您的原谅，而是希望你能看懂。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，因循守旧只能是穿新鞋走老路。要铲除毒瘤，就必须要流血，为图新政。儿臣愿冒天下之大不韪，合于天而齐于人。殿下说得好，任何对政敌的宽仁，都是对自己的残忍；丝毫对异己的幻想，都是对自身的不忠。百姓期盼强者，江山更待豪杰。天生万物，胜者为王。面对经济，殿下要以刀剑开路，哪怕一路之上布满了尸骸和鲜血，也要勇往直前，义无反顾。尽信臣不如无臣，尽信书不如无书，尽信祖不如无祖。摆脱前朝掣肘，克服妇人之仁，先破后立，变法求存，鼎定新朝方略，开创一代新风。殿下才能正名固位，这才是殿下的治道。若能使大明再创盛世，朱棣不在乎骂名千载，因为只有新政才能真正做到天下百姓所求的4个字：太平富足。公元14
1402年6月17日，朱棣即皇帝位，改年号为永乐，取天下子民永享欢乐之意。朕初登大位，不免诚惶诚恐。诸位爱卿堪称朝廷栋梁，朕盼你们秉承太祖遗训，精忠体国，辅佐朕功，继往开来。当前朝廷万般要事，百业待兴，当从何着手？请众卿各抒高见。既然众卿难开尊口，朕就拿点东西给你们看看。放这儿吧。这些都是诸位给朱允炆上的奏折，有关乎军事民生的，也有建议削藩夺王的，还有上表几乎要擒贼讨逆的，林林总总，沸沸扬扬啊！诸位爱卿，或语重心长，或痛心疾首，都是蛮有主见的嘛。朕让人挑了挑，分了分类。皇上，给前朝上的奏章，微臣写过，前后不下20次。皇上，这样的奏章臣也写过整整31次，请皇上降罪。父皇，既然他们都脱不了干系，儿臣请旨，把他们全部交给刑部。让儿臣代为严审，哼，不怕他们不开口。皇上，这里没有臣的奏折，自洪武31年起，臣就一个奏折都没有上过。你叫什么？臣李贯。你就是那个受封正四品，任明实录编修的李贯。正是，皇上。臣喜逢永乐开元盛世，还望皇上垂情眷顾，臣定当不遗余力，为永乐新政，万死不辞。李贯，微臣在。你知道朝廷每年为一个四品官付出多少俸禄吗？这320担。你知道这320担俸禄，一年当中要有多少农户百姓辛苦操劳节衣缩食吗？
你倒好，身为朝廷命官，视国家俸禄，领百姓辛劳，受封4年却连一个奏章都没上过。身为臣子，不为朝廷出谋划策、分忧解难，反而心安理得。如今还要邀功请赏，亏了你白白糟蹋了4年的粮食。来呀！在。将其革去官职，发配云南，朝没家产，3世不得为官。另在其家庙前立一块石碑，明文告诫，警示后人。遵旨。皇上，冤枉啊！微臣可是从来没有说过削藩的事情啊！臣从来没有说过削藩的事情呀！冤枉啊，皇上！臣冤枉啊！臣从来没有说过削藩的事啊，皇上！皇上，削藩的事我写过。微臣曾在燕军南下之时，几次上折，小以厉害，劝朱允炆退位，让燕王殿下当皇上。不是，是让皇上当皇上。可朱允炆他不听啊。曾子曰：“君子每日3省吾身，为臣的。”你想过怎么当臣子吗？做人没有气节，为臣没有忠诚。朝廷当此危难之际，身为左右进士，反而出卖主子，欲投降妥协。此等不忠不义、不仁不孝之徒，留你何用？皇上，来啊！皇上饶命啊！交给刑部，需严加惩处。遵旨。饶命啊！皇上，皇上，饶命啊！微臣知道错了，微臣知道错了，皇上。众位爱卿都看到了，李冠4年没有给朱允炆上一道奏折，虽然无害于朕，但他首先有害于国。张龙在朕兵临城下之际，上表朱允炆退位，虽然有利于朕，但先是气节忠义，为臣之道。朕要告诉诸位的是，尽忠于国，随仇必赏；心怀异谋，随亲必诛。尔等入朝为官，使朝廷俸禄，自当为天下尽力。朕为初兴之主，更当广聚人才，招贤纳士。尔等过去是朱允炆的臣属，自当忠于他。如今你们是永乐新政的臣工，自当忠于朕，不必胆战心惊，更不需要曲意奉迎。天下人才本就为大明所造就，理应为朝廷所用。自今日起，尔等与朕的靖难功臣再无分别。朕将不计前嫌，唯才是举。谢晋就曾骂过朕，可是今天朕要重用他。谢晋，皇上，你现在官居几品？回皇上话，微臣现官居4品。自今日起，你升为正3品。谢皇上。为的是你忠心事主，知无不言。皇上恩同再造，臣定将鞠躬尽瘁，不负圣恩。夏元吉也曾经为朱允炆出过妙计，他下手挺狠呐，差点把朕困死。朕要你做朕的户部尚书，为的是你尽职尽责，冒死进谏。皇上恩同再造，臣定将鞠躬尽瘁，不负圣恩。敢为之臣易求，敢言之臣难得。敢为者强于己，敢言者强于君。所以贞观之风事不多见。若是进言者无所惧，听言者无所恶，天下何患不治啊？好了，众位爱卿，这些奏章不应再生嫌隙。朕今天要当着大家的面，将这些奏章付诸依据，
以求得天下一统，君臣一心。皇上圣明，臣等是为永乐中兴，肝脑涂地。皇下圣身，建功立业。车出去烧了吧。遵旨。众卿请起。谢皇上。朕仰赖太祖在天之灵护佑，继承大位，就是要恢复洪武旧制，沿袭祖上尊法。建文以来，凡祖宗惩罚有更改者，尽复旧制，官制、刑名、尊号等，一律按大明律科断。周齐、代、闵四王，还有朕被害死的12弟朱柏，尽数恢复王爵。兵马钱粮等一应照旧。皇上恩统再造，臣等定当效命于皇上，万死不辞。随朕靖难起兵的全体军民，无论生死，一律褒奖。运送砖石粮草的村夫民妇，每人赏钞100贯。为朕过江摇橹的船工周小二，提升巡检。免其徭役3年。皇上体恤子民，臣等为百姓叩谢皇上。谢皇上！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王忠，17弟，皇上。你们也起来吧。谢皇上。随朕来。皇上，万万不可呀！哎，上来。皇上，小弟不敢呐。御前赐座。皇上，小弟万万不敢折杀臣弟了。朕起兵3年，无力取胜，幸得宁王相助，挥师南下，一举定局。宁王功高盖世，彪炳千秋，别人不可，宁王就可。皇上过誉了，小弟受之有愧。17弟，朕已经封赏了众王及文武百官，朕要再赏17弟。皇上，臣弟才疏德薄，不堪大用，只求替皇上镇守一方，或者是按照众王的规制。回大宁封地呀！不，朕要给你前所未有的恩典。皇上啊！王忠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为彰显宁王功德，特赐西宫为宁王府，宁王永驻京城，钦此。以我兄弟朝夕相伴。于家于国都是幸事啊！皇上，好了，今天的朝会就散了吧。退朝。皇上，臣弟还有一事禀奏。说，皇上敬天法祖，恢复旧制，将见闻更改的官名官制、律法庙号悉数复原，使天下臣民有所遵法。太祖在天之灵必感宽慰。臣弟恭请皇上早立太子，以安天下。如此，可谓大明之幸，臣子之幸，天下苍生之幸啊！
皇上，你不能再思了。臣子的奏折，皇上可批可判，可是不能毁。这可是古今君臣之道啊！唉，7天了，宁王不满朕让其常驻京城，竟然拿太子的事来要挟朕。众大臣不明就里，也跟着起哄，鼓噪之声不绝于耳。皇上是在高赤高绪之间拿不定主意，是吧？立储之事关乎江山社稷、万世基业，这可不是家事啊！朕要慎而又慎，绝不能失信于天下。皇上要想不失信于天下，怎么能先失信于自己的兄弟呢？我说的是朱权。皇上当年是借了他的一臂之力，才鼎定了天下。如今，怎么反倒不让他出京城了呢？朕当初的确答应过他，事成之后，共主天下。可是此一时彼一时啊！现在朕守的是太祖留下的基业，怎么能让大明江山分疆裂土呢？可是宁王朱权也没有说要划江而治啊。皇后的意思是，不管宁王心里怎么想，陛下想求天下归心，就不能以势压人。唉，真是两难呐。我听皇上说过，帝王无家室。皇上今天的苦恼，正是因为朱权是陛下的兄弟，也是靖难的首功之臣。皇上是在兄弟和君臣之间两难。可是皇上想一想，你们兄弟的事情要拿到了朝廷上，家事就变成了国事。要想化解，你可以把国事变为家事啊。你是说要举重若轻，以家御国？既然是家事，那就应该在家里解决。离开京城还是就藩大宁，皇上应该让宁王自己来说。他的心思只怕是断难答应啊。宁王如果说不出划江而治，陛下还愁什么分疆裂土呢？只要宁王说出愿意辅佐陛下，那皇上还有什么可失信于天下？17弟啊，今天没有皇上，没有皇后，也没有宁王。太子早陨，2哥秦王、3哥晋王也都没了。唉，如今呢，我就是长嫂。17弟啊，来，嫂子先敬你一杯。四哥，嫂子请，小弟愧领了。快坐坐，请。嫂子如此眷顾，小弟感恩不尽。你这么说就是客气了。你们兄弟同心同德，共创大业，才是嫂子我最想看到的。这个自然，四哥荣登大位，说出来的话就是圣旨。我们做臣子的，自然应该效忠皇上，忠心不二。17弟啊，皇上在外贵为天子，可在你们面前呢，他还是四哥。你们几个兄弟同根同源，血脉相通，历经大难，终成正果。你说这天底下还有比这更值得在意的缘分吗？四哥的大恩大德，小弟永不敢忘。17弟，靖难之役你功不可没。
四哥如果没有你的鼎力相助，今天是胜负难料啊！四哥，您说这话就太重了，您太见外了。南征之前，四哥有言在先，你我兄弟今天共苦，将来同甘，真的要打进京城，画地而治，共主天下。四哥，小弟绝无此意呀！四哥既然答应过你，今天就要见约。四哥，四哥，小弟万万不敢呐17弟，你要知朕有无信无义之地吗？17弟啊，按说呢，后宫不得干政，朝中的事我管不了。来，可这家里的事啊，你得听我说几句。快坐。这江山是谁的？是朱家的。你们是谁？是朱家的子孙。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现在家国初定，百废待兴。17弟于国于家都应该率领众兄弟辅佐皇上。如果要划江而治，朱明天下必将分疆裂土，为祖宗为天下所不容。依嫂子妇人之见，你们兄弟呀，其实谁做皇上都一样。不如让你四哥逊位，你来主这个家。